由中央參台南市政府共同推動的國家棒球訓練基地，初七佇台南的亞太棒球園區正式來啟用啊！這座基地內底呢有上蓋先進的室內練習場，未來這個手要練習，免閣再煩惱無場地啊，會當專心來替台灣爭取公營。在老家普瓦省總統賴清德、運動部長台南市長和各界代表做伙蹺紅布，宣布國家棒球訓練基地在台南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正式啟用。這座基地對規劃到落成，經過50天總算完成。未來會由國訓中心參棒球協會聯手營運，整合國家資源，嘛代表台灣的棒球培訓進入新時代。繼續推動總統的願景，就是不只是把我們的訓練基地，國家訓練基地呢，甚至我們把它提升到亞太訓練基地，為台灣以棒球來推動我們的外交，好好來營運。那對我們台南市的棒球運動，對這個場地的充分應用，還有對台灣的棒球運動，其實都有很大的幫助。這個訓練基地內底設備真周全，園區包含成棒主副球場、2座小棒球場、加3座練習場。另外，園區內閣設有獨立的封閉式訓練空間和練鋼球的場所，徹底解決過去代表隊要練習煞找無場地的問題。未來的青棒、成棒，還是我們未來國家代表隊，都能夠在這邊來成為我們跟棒協、我們運動部跟棒協，還有我們這個台南市，我們一起來努力的一個方向。它從地方的這個棒球訓練中心成為國家棒球訓練中心，為國家培植這個新一代的3級棒球的這個優秀的選手，這個是我們非常期待的。市府強調，這座球場唔但是培養國家隊的所在，更加是全體市民的財產。未來無論是和這棒球團做來用，也是委外經營，市府攏會堅持以大家攏好的原則，發揮上大的效益。透過中央和地方的合作，會當讓優秀的選手在這個所在甲功夫練好好，繼續在國際舞台替台灣爭取好的成績。記者從台南採訪報道。